梁繼昌又做 prosecutor 又做 judge， 呢個先至係一個問題。最好嘅做法呢，就係梁繼昌都要退呢個委員會啦。呢壇嘢裏邊，佢係領軍嘅議員，成單調查咧，完全係佢一個人咧去鼓動，而有其他人去配合嘅。舉報人咧，通常就唔應該出任審判員嘅。譬如話你去舉報一個公司某人貪污咁，你最多係變成證人。呢個調查委員會雖然個名叫調查，但係因為佢作出事實判決咧，變成一個審判委員會啦，等於一個法院。如果法官係認識被告嘅話，或者原告嘅話，根本就唔可以繼續聆訊。佢啲選民因為佢挑戰 CY， 令到 CY 政治被抹黑，咁令到佢或者佢呢個群組有一個政治上嘅利益，攞多啲票啊，累積反對派嘅能量啊，亦都係一種政治利益。去調查嘅人呢，本身喺政治上呢反對受調查人嘅話呢，呢個委員會嘅目的同埋公信力呢，就會因為佢嘅偏私呢而失去啦。佢被行政長官用民事訴訟嘅方式告誹謗呢，自然會加深咗佢呢個偏私嘅可能性。你唔處理民生議向議題，你走去搞呢啲咁，即係呢個直情係一個政治鬧劇嚟嘅。外國嘅例子咧，全部都係一啲好嚴重嘅刑法，咁先至會被彈劾嘅。咁你睇好似南韓朴槿惠咁，佢係瀆職甚至係包庇貪污，咁你先至可以彈劾佢。行政長官有冇嚴重違法，本就唔好話有冇足夠證據，連表面證據佢嚴重違法都唔會揾得到，根本喺政治上係不可行，亦都喺時間上浪費納稅人嘅資源。